第23章，众人拢起来，将耶稣送到比勒多面前，就告伊讲：阮看见这个人引诱国民，禁止纳税互该撒，佮讲家己是基督，是王。比勒多问耶稣讲：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应讲：你讲的是。比勒多对祭司长甲众人讲：我查袂出这个人有甚物罪，总是因拿出力会讲，以献血百姓，伫犹太遍地传道，对加利利去，直到即位。比勒多一个听见，就问这个人是加利利人吗？既然知影属希律所管，就将伊送到希律迄位。迄时希律拄伫耶路撒冷，希律看见耶稣就真欢喜，因为听见伊的代志，久已经想要见伊，并且望看伊行一项新约。对安尼问伊真侪的话，耶稣却一句无应。祭司长甲文士拢徛伫出力的告伊。希律甲伊的兵丁就藐视耶稣，希人伊甲伊穿华丽的衫，将伊送到转比勒多迄位。从前比勒多甲希律彼此有怨恨，伫迄一日就成做朋友。比勒多团聚祭司长甲官府各百姓，就对因讲：恁送这个人到我遮来，讲伊是引诱百姓，看我也捌将恁告伊的事伫恁面前审问的，并无查出伊有甚物罪，就是希律也是安尼，所以将伊送倒转，可见伊无做甚物该死的罪，所以安尼我要即派将伊讨放。众人却一嘴话讲，拄去这个人讨放巴勒巴互阮。这个巴勒巴是因为伫城内作乱，杀人落伫监内。比勒多愿意讨放耶稣，就劝解因，无奈因话着讲，钉伊十字架，钉伊十字架。比勒多第三摆对因讲：为什么呢？这个人做什么歹事呢？我并无查出伊什么该死的罪，所以我即派将伊讨放。因大声催逼比勒多，求伊将耶稣钉十字架。因的声音就得胜。比勒多这才照因所求的定案，将因所求的迄个作乱杀人落伫监内讨放啦，将耶稣交互因，出在因的意思行。带耶稣去的时阵，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对乡下来，因就掠伊，将十字架下伫伊的身顶，叫伊背军地耶稣。有真侪百姓军地耶稣，内中有一寡妇女为伊提靠。耶稣转身对因讲：耶路撒冷的女子，毋免为我哭，着为家己甲家己的囝儿哭，因为日子要到，人的确讲，无生育的，甲未捌怀胎的，未捌年饲婴的有福气。迄时，人要向大山讲，倒伫我的身顶；向细山讲，遮看阮。
这个事既然行伫有接水的树顶，迄个高大的树将来怎样呢？阁有两个犯人甲耶稣三甲带来处死，到一个所在，名叫独路地，就伫遐将耶稣钉12架，阁钉两个犯人，一个伫倒边，一个伫正边。当时耶稣讲：爸啊，赦免因为因所做，因毋知影。兵丁就念口分伊的衫，百姓徛伫遐观看。官府也踢笑伊讲：伊救别人，伊若是基督，上帝所拣选的，通救家己。兵丁也希人的，进前摕醋送互伊啉，讲：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通救家己吧。耶稣的顶面有一个牌，写讲这是犹太人的王。迄个当定的两个犯人，有一个讥笑伊讲：你毋是基督吗？通救家己甲阮吧。迄一个就应声责备伊讲：你既然是一样受刑，犹毋惊上帝吗？咱是应该，因为咱所受的甲咱所做相合，总是这个人无做过一项毋好的事，就讲：耶稣啊，你得着国降临的时阵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伊讲：我实在甲你讲，今仔日你要甲我伫乐园。迄时约有中昼，遍地拢黑暗，直到申初，日头变乌，殿内一场对中央立做两边。耶稣大声发讲：爸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手内。讲这个话，气就断了。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，就归荣耀互上帝讲：这真是一个义人。自执观看的证人看见这个所成的事，就随行倒去。阁有一切甲耶稣熟悉的人，对加利利带伊来的妇女，拢远远地徛地看这个事。有一个人名叫约瑟，是一个义士，做人善良公义，正人所无所做，伊并无负叹。伊本是犹太阿里马太城内素常仰望上帝国的人。这个人去见比列多，求耶稣的身体，就摕落来用油麻布包好，安放伫石头插前的坟墓内。迄内面从来无有葬过人。迄日是有庇日，安息日也得要到。遐会对加利利甲耶稣三甲来的妇女坐伫后面，看见坟墓甲伊的身体怎样安放，因就倒去，有被芳料芳膏，因伫安息日就遵着诫命安息。